今年已经到6月底啊，敢若出现2个风台，比平均4.3个更较少。气象署就估计下半年可能有3个至5个风台会接近台湾。也目前伫咧南海到菲律宾之间，就有热带扰动正在发展，而且估计7月初伫关岛附近嘛有风台会形成。到底敢会影响到咱台湾，也搁来观察。 大台北早起，日头赤炎炎，还未11点，局部地区气温已经升到35度。黄霜雨季就要结束，进入风台季。气象署回顾，今年黄霜雨季是1950年以来的第8暖，当中有6波的风面。5月降雨集中伫中北部，6月降雨是以中南部为主。那后半年有可能会有3至5个风台挖进台湾。不管是气候值的这个灰色阴影，或者是预报值的这个 柱状这个黑色线的柱状图，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以3到5个这个的几率是最高。在7到9月份这个季节的台风第一种就是往西，另外一种就是在台湾的东侧这里北转。目前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上，规大片大低压中，热带扰动继续的发展，也在整合中。虽然已经有雨色预估伫7月初关岛附近会有风台形成，也毋过敢是有机会挖进，也是影响台湾，也爱进一步的观察。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还是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环流中心正在组织的一个情形所以短时间之内是会发展成这个低压，甚至是有热带性低气压以上的一个强度的话，这个在短时间之内都还是要再去做一个组织的一个部分。一直到拜六，各地日时拢也是好天烧热的天气形态，也毋过受冷心低压影响。 局部地区过昼了后，雷阵雨势较大。气象署特别提醒，27过昼了后，伫西半部地区、甲各地山区，特别爱注意大雨也是热的天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